時隔17年，香港導演王晶喺佢嘅 YouTube channel《王晶笑看江湖》入面，重提2008年震撼娛樂圈嘅陳冠希艷照門事件。佢對外界普遍認為電腦送修外時嘅說法提出大膽質疑。王晶喺影片中分析，維修員要喺大量電腦資料入面精準揾到私密相，係要耗費大量時間同埋精力。如果冇事先知情，真係好難解釋佢哋點樣會有呢啲相。王晶推測，陳冠希可能係喺某啲場合飲大咗，同朋友展示啲相或者炫耀自己嘅情史，結果消息喺圈內一傳十，十傳百，最終連維修員都知情，先會喺檢修時刻意揾出並愛呢啲相。講到陳冠希本人，王晶話印象非常好，讚佢好乖，有禮貌，工作從來唔遲到早退。當年事件發生嗰陣，甚至唔敢相信呢件事，最終導致陳冠希無限期退出香港娛樂圈，唔少女星嘅事業都受咗好大影響。王晶都直言覺得可惜。王晶嘅講法喺網上引發討論，有啲網友覺得佢嘅分析係胡亂猜測，仲嘲笑明顯王晶連基本電腦操作都唔識。亦有啲人認為事件已經過去咁多年，冇必要再提。不論真相如何，呢宗舊事重提，再次令呢件娛樂圈舊聞成為熱話。